弟兄姊妹你好，有牧者與你。聽日咧就係受難節，英文叫 Good Friday。我諗大家知道受難節係紀念耶穌為我哋受死。耶穌受死，佢面對好大嘅痛苦、痛楚，俾人鞭打，俾人凌辱，俾人侮辱，慘絕人寰，心靈更加痛到難以形容想像。唔知你有冇諗過點解叫做 Good Friday？ 如果你知道係咁慘嘅，可能你會諗係咪應該叫 Black Friday 咧？但係神睇到係好嘅 ，God is good。佢睇到乜嘢好？佢知道耶穌受苦受死嘅原因係為咗成全救恩。正如耶穌佢時都會講，佢嚟到係要完成神俾佢嘅任務，神嘅旨意。所以佢願意面對呢啲咁大嘅苦難，呢個苦杯，佢知道係好嘅。所以我好希望你能夠參加呢一個嘅受難節嘅，無論係自己嘅教會或者去其他教會。我諗我哋需要有個行動，以致我哋能夠去思想下耶穌為我哋嘅擺上。正如喺以弗所書佢所講嘅，佢話基督嘅愛係何等嘅長闊高深，唔係人能夠測度嘅。如果我哋唔都去思想下，或者去經歷，我諗好難我哋會明白基督愛點樣長闊高深，點樣過於人所能測度嘅。所以我諗我哋要有個態度，有願意，讓自己去好好嘅思想下。其中一樣嘢，我覺得就係去呢個受苦節，讓自己有安靜嘅時間，能夠完全嘅係去安靜嘅默想下，思想耶穌為你嘅犧牲，成為一個嘅祭物，以致我哋能夠得到救恩，與神復和，得到呢個新嘅生命，能夠同耶穌一同去復活。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去參與一啲比較開心啲嘅節日嘅，譬如聖誕節，或者係復活節，又或者係感恩節。但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忽略咗呢個嘅受難節嘅。但係對我嚟講，呢個一個非常有意義又非常重要嘅一個節日。時間唔係好長，雖然冇好特別嘅俾到你覺得係慶祝嘅，但係我好相信呢一個嘅受難節嘅聚會係好能夠俾到你去思想耶穌嘅愛，甚至乎我覺得更加嘅能夠讓你去有一個嘅體驗。聖誕節，我體現神對世人嘅應許。感恩節我係感恩，復活節我係知道耶穌復活。但係如果冇受難節，冇呢個擺上，冇耶穌成為呢一個嘅羔羊，我哋就唔會有呢個救恩。我諗呢一個好難嘅一個擺上嚟，所以你見到耶穌喺客西馬尼園嘅掙扎，呢個苦杯，
所以讓我哋真係能夠用行動去回應，希望你能夠去參加呢個受難節嘅聚會，一同嘅默想耶穌為我哋受難，以至到我哋更加去明白耶穌嘅愛。願神賜福你，下次再見，拜拜。